后来台湾因为为着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已经来到460个人，比全球的平均数还阁较悬。国民党今仔日开记者会，会中有死者的家属，甲政府来真情话话，希望政府来比较着重大灾难死亡者的国家赔偿，互确诊死亡的民众一个人30万的慰助金，甲250万的补偿金。指挥官陈时中的回应是依法办理。请政府把我姐姐还给我，我们在等她回家。情绪真激动，罹难者家属抱阿姐的相片，要向政府讨公道。这种撕心裂肺的痛，有谁能够明白？我今天站出来，想为姐姐的枉死讨一个公道，也想为跟我们有同样遭遇的人，因为人为疏失而失去亲人的家属，一起站起来呼吁。台湾到目前为止有400多人因为新冠肺炎过身，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就讲，会根据国家赔偿法做请求的法院，为不幸的罹难者进行国赔诉讼。国民党嘛加入声援的行列。新冠肺炎确诊死亡者，每个人一样要发给250万元的补偿金；新冠肺炎确诊者，每人10万元的补偿金。3+11措施的政策错误的决定，至今没有人承担。之后又因为没有办法及时取得安全有效的疫苗，批评政府3+11的政策是造成疫情的破空，立法院拄好咧新纾困的预算。国民党团嘛提出诸决议案，希望予罹难者家属和确诊者补偿。杨志良今天要找律师上网，就是说要申请国赔，针对那个死亡这件事情，你怎么看？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讲的依法办理，面对疫情，敢有应该国赔，政府会使阁做思考。